OK， 你今晚收听的是波多连播榜，波多新歌发烧榜，打礼拜五这个时阵呢，就是我们要放榜的时候哈。大内容叠加哈，推荐你最棒的台语歌曲。第二呢，这齐名兄呢，什么款的新歌呢是最受到大家这个瞩目的跟注意的哈？就是爱听咱波多连播榜的不对了。好，今日呢，我那是赶快啦哈！也在元宵节前呢，我们还是一样要来放榜，从第5名，然后呢，依序的呢到第4名、第3名、第2名，最后是第1名哈。这礼拜战况依旧是非常的激烈，有很多的新歌进榜哦。嘿，马有人讲咱波多连播榜呢，就是金曲奖的风向球，相公诶。我讲的啦，好，千万上飞给你哦！打礼拜五暗家这个时阵就是放榜的时候啦。好，废话不多说，放榜。第5名。那是我即马甲你讲，这个歌手已经唱50年啊，你会感觉哪有可能？谁个保持甲这样好，一点仔都无唔对。伊就是谢雷大哥，从群星会时代一路唱到呢歌厅秀时代，又唱到了现代，已经进入数位化的时代。那谢雷大哥哇，那继续在这伊歌坛呢，这里甲人来拼输赢，而且呢成绩也是会相当的亮眼哦。上新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哇，是不是感觉到他的声音真的太好了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礼拜第5名，谢雷大哥上新的歌叫《我爱你》。第4名。哦，这位老师嘛不得了啦！这礼拜波多新歌发烧榜第4名就是这个尤兆琪老师。尤兆琪老师呢，他本身呢在客语界是非常的有名哈，也要唱山歌啊，要这个唱这个客语的流行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的哈，非常非常的资深。今嘛来唱台语歌，这首歌叫做《咖啡香》。第3名。讲感情，明知是无望，孤单梦。以前我咧看《明日之星》的时阵，我就一直咧注意这个查囡仔，我感觉讲，哎呦，怎么会有女生唱得这么好听啊？还是说声音你说它那个厚度也有那是因为飙上去，音域又很广，吉他可去好诶，哈。这个中开十足看到伊的人嘛，感觉讲，真的蛮可爱的，对不对？他就是郭婷云，经过真久长的这个努力跟打拼，总算即马推出个人的这个上新专辑了哈。这首歌曲叫做《老互人探听》，嘛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这个曹俊宏老师特地为了我们郭婷云呢来帮他量身打造的期望能够有很好的成绩。这礼拜第3名，郭婷云《老互人探听》。第2名。许富凯呢，在《明日之星》当中也突破20关那一天呢，江蕙二姐有跟这些选手通电话，主动你提起的选手只有这位潘佩丽。佩丽呢，因为江蕙可能也觉得这个佩丽跟她就是这个同一路的功夫，感觉到了他们那个磁场很相近，好不好？潘佩丽这样搞唱歌的这个选手，嘛在《明日之星》当中脱颖而出推出上新的专辑这首歌曲《美丽邀请》马上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2名了。哇，你看爬得这么高下一次是不是要夺冠了呢？密切期待。
金曲歌王翁立友，摕到这礼拜第一名哦。这首歌《鸳鸯路》呢，受到大家的注意哈。上新的专辑叫做这个棒球饼真的做什么事情呢？放手一搏就对了哈。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努力、不去付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达到怎么样子的程度。来，翁立友的《鸳鸯路》这礼拜第一名，恭喜！若要落雨，云就成变雾；风若咧吹，树尾莫摇。情若无心，糖水变做苦。爱若用纸糊，袂堪用一阵的西北风。小罗亚大内，我来是提醒大家，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在咱波多联播网才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 ，See you next week。是啥人会苦楚？心若不是，安怎来感我？酒若会解愁，哪会愈啉愈糊涂？一句话，一句伤，一句伤，一句香，从此找断鸳鸯路。无缘两你啊，将阮的爱对落土。若要落雨，云就成变雾；风若咧吹，树尾莫摇。情若无心，糖水变做苦。爱若用纸糊，袂堪用一阵的西北风。爱到这么凶。是啥人来怨妒？行到无退路，是啥人会苦楚？心若不是，安怎来感我？酒若会解愁，哪会愈啉愈糊涂？一句话，一句伤，一句伤，一句香。从此找断鸳鸯路，无缘两你啊，将阮的爱对落土。一句话，一句伤，一句伤，一句香，从此找断鸳鸯路。发烧榜，可以好听红不让。对爱邀请，对你的邀请，这是我潘佩丽美丽的邀请。请你爱我，请你对我。明日之星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美丽邀请》，亚萨艺能美乐蒂发行。对爱邀请，对你的邀请，这是我潘佩丽美丽的邀请。请你爱我，请你对我。明日之星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美丽邀请》，亚萨艺能美乐蒂发行。对爱邀请，对你的邀请，这是我潘佩丽美丽的邀请。请你爱我，请你对我。明日之星
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美丽的邀请》，亚萨艺能美乐蒂发行。